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俺的运动时间了哦。玉美老师哦，在做运动的时候，做瑜伽的时候，最开心、最幸福哈。希望乡亲朋友呢，当日固定的时间，可能呢福起来的节目，按用心又有运动又有动作知识、医疗的动作的问题哈，你都可以解决。重点是，你这个爱听筒。 好，因听筒真有效果哈。因为玉美老师爱教大家做肩头的运动，肩膀动动哈，安尼身体呢，肩膀都要伸发。好，安尼肩头啊，也哈忙到50岁只有50肩的有冇？个肩头硬高啦，个说肩头会仰向降肩会仰向肩头。好，故说因今咪做颈部的个肩颈的颈部的下部的个肩头的运动啊哈。好，肩头没有同样有四十动作哈。第一，肩头要上下松，好上下，然后同样抽张来哦。记得咯，玉美老师特时都会提醒大家讲，抽个哈，个身体要抽张来，做唔得，安尼，可能哈，你抽安尼一发，也也会摕下去的，师傅摕出来，好，安尼胸摕出来，安尼都违章建筑，好，无章啊，你。 给腹的那个地基模糊的话，会不会飞走啊？够安尼发，好安尼咩嘿，唔会压迫到人胸前，人呼吸会不顺畅。好，故说轻松要嘿抽张来，记得咯。玉美老师特时做讲，冇安尼抽凳做运动，安尼抽凳做运动冇效果之外，还会受伤哦。好，安尼抽到脏，安尼讲抽不脏哈。好多有句话讲，坐好一食，得人听。学法唔记得样讲啊。 然之后抽张来安尼，好，肩头也右肩开始，手不用强松，要手腕、手肘放轻松，不用强松哈。要右片肩头上来，好，左边肩头下去，记得咯，头脑冇停动哦，头脑不用张来，好，吐气，配合呼吸哦哈，吸气，左边上来，右边下去，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松。 记得咯，摄影大哥，你肩头做的挺痛吧？冇做，肩头做挺痛哈。好，右肩上来，左边下去。安尼要按摩，等于讲自我按摩咩？不用强松。好，来左片。你要自我按摩懂重要啊。好，不用强松。改刀哦，哈，右片，右上左下。好，回，左上右下。好，慢慢的做哦，回。 慢慢的做神发眼子，1、2、3、4，点头跳舞，你嘛，点头跳舞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改到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不用强手，好，松松啊。你看哦，按简单，抽电就可以做运动，看电视就可以做运动，现在穿，好，按你抽电子以后穿天空的钱哈，松松啊，好，安尼。 上下以后哈，那肩头上下，嗰个前后，前面迄老个背囊哈，个肩头放开来，后背老前面的肩头，胸前打开来，哈，前，有冇？好，我讲安尼，老个胸关起来，好，后打开来，有冇？背囊夹起来。 好，再来配合呼吸，吐气，吐气，再吸，当向输呢，有冇啊？乡亲朋友看，哦，不用强松，背囊拱起来，好，吸气，吐太气，啊，你心打开来，当你的心打开来的时候，你爱就进来了，祝福就进来了。好，再来吐气，好，个吸气，同样3度到5度。 好，乡亲朋友，玉美老师专神本可以哈，安尼，有冇安尼那较清楚？好，打开来，肩头夹胸哈，改多看了哈，好，吸气，吐气哦，配合呼吸哦，好，个不用强松，好，安尼就看得清楚，安尼肩头有冇包起来，打开来，包起来，打开来，安尼非常的重要哈，各位也还听你哈，上下。 好，个开合，个旋转了哈，旋转之后，那肩头哈，那肩头，那手看嘛，手没有按来厉害，接手没有按来停痛，好，那按来停痛没？假使讲迄讲肩头卡到的话，不管压痛
牙痛也系牙痛，不过你喺那啲嘅卡到，你就冇办法理咧。我说抽电的时候，你坐办公室啊、看电视啊，哈，一些大嘴骨有嘛哈，你肩头是立，好前上旋转，不用享受，按你立一天哦，肩头立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一天算4刀咪哈，听2刀，1、2、3、4，第3刀啊哈，配合呼吸啊哈，吐气、吐气，好，再吸吸气，听听的哦，好，向后背扩胸，好，个吐气不用下来，向前面有解到，因为老师都讲个动情速慢的哈，好，吸气，带上来，吐气，不用强手。向前面有看做冇，有做张硬的哦，你冇做一美老师的哦哈，有做健康张硬的哦。我记得哈，向下做张有效果，好，你这样来练，你张可是慢的咩？好，你就可以开夹，也系两只肩头向下，好，各位反方向，有正，所有运动有正做有反，好，按你肩头旋旋，按你我让人肩头的酸痛释放出来。瑜伽讲，瑜伽系以酸痛治酸痛，好，用牙酸痛治疗牙的酸痛。扩胸，吸气，旋转，不用强手，扩胸，胸打开来，好，肩头抬起来，好，旋转，不用强手，好，改到啊，吸气，好，按简单的动作，唔过你做会本讲唔会肩头酸软呢，好，放松，好啊，个松松啊，好，你差唔多做4刀、3刀到5刀拢做得哈，好，人家系。2片向下，也好好，乡亲朋友，因为老师都讲较简单啦。人家是种2片，唔会乱插，1片有嘛哈？安尼，前、上、后、下，一片，左片不用向上啊，左片不用向上，改了哈。前面吸气，后背不用向上吐气，改到啊哈，有冇？乡亲朋友，当简单的动作，效果非常的好，也系我。给瑜伽老师啊，喜马拉雅传承的瑜伽搞玉美老师，玉美老师搞26年呢，帮助非常多的上班族们好啦哈，各位给不管各个年龄层的年纪哈，帮助佢的肩头看唔会酸软，看唔会有50件。好，故说玉美老师都要老大家分享，按简单的动作，不过效果非常的好，你肩头转转啊，你身体就会收起来，都捏起来，好，不用强手，好，过了。左片哈，右片冇停动，左片有冇？配合呼吸啊，吸气，好，扩胸，不用强手，吐气，再来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同学朋友记得了哈，一片唔好按呢耸肩了哈，一片的肩头不用下来哦，改到按简单的动作有做就有好，你喊咩喊到嘅。冇停痛咩？冇停痛，做这个酸软的个哈，好，后背你医院行1年啦，你就会知道咯，做运动系太幸福了哈，做得身体健康，扩胸，好，旋转，好，不用强手，左片上来，右片不用强手，好，松松啊，我记得哈，加做好嘢哈，手腕手做松松啊，加下玉美老师去做正确。好，当多学生的啦哈，各位同学朋友们，当容易犯的错误，会做唔错嘅，所以你用手腕各位手肘的力量，你会变成安尼。同学们有看咯？有冇？你按呢方呢？你系用压力卡起来，冇效果冇按好啊。好，正确的系呀，不用下去，放轻松，安尼，肩头，好，舒张，各位。手腕唔好弯曲，好也系正确哦，好也系错误嘅，有学到哦，记起来哦。给你这李玉美老师的录影的时候啊，有当多工作人员、导播啊、制作单位要花当多的钱、当多时间，这样做也一时本大家看，故说大家要当认真的、当用心的学习，好帮助人身体健康，也系真系
全部制作单位啦，福喜来节目的所有的客家电视台的用心嘛，也个目的是安尼吼，唔要本看奖的哦，唔要同个做看老师做听听哦吼，好，人家两片咩单片2片，然后1片轮流，1、2、3、4，起点咩可以做哦，6、7、8。好，因为老师也起放起来，某一天讲，某一天讲爱坐垫咩，你坐垫顺眼呢，乡亲朋友，你可以起放起来，你起放起来要行开成法，要坐张起张来，要怎样哈？脊椎起得起，莫安尼起，安尼那违章建筑啊，都是涂到前面，好，身体都后背，安尼身体就外体咧，你牢记，遐4位向下背，都是向正来，安尼看到一直线。好，按你这样准确的呀哈！你看，玉美老师起灯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也很多跟头跳舞啦，你知道吗？跟头在跳舞，好，跟头跳舞哦，就会知道讲，按你发，像玉美老师按你做的哈，身体是骨也是收起来，好，按你。转松松啊，好，你可以跟头老身体个腰位顺沙跳舞，你看哈，脚趾头溜弯，腰位摇松，好松，安尼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冇？像安尼做产业跟头跳舞用诶，你跟头安尼你来你去哈，你跟头松诶，好脚趾头有咩松诶，唔可以安尼，有冇？头摆玉美老师没教过的啊，你要动好教哈。你可以行路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转来。你运动唔要讲做安尼细张细细的坐得唔要哦，你可以动活泼的，松，有冇？你可以起凳啊，可以用跳舞的方式吧，可以坐在办公椅啊，你可以坐上来，有动作的方法。玉美老师都也可以教大家，你坐得顺眼的啊，吃到安尼无聊啦、无好教啦，你就可以参加下玉美老师教你一条方法。好，最后一只动作同样跟头的哈，人家手抬起来吸气，手心朝上，不用多压，不用多跟头哈。好，各位打开来，各位不用强松，跟头不用强松。好，手不用动，手掌不用多压。好，吸气。上来，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松，完全没有听下做哦，真嘅一个动作非常的好，好，吸气跟头的运动，好，玉美老师教瑜伽26年呢，帮助非常多的学生诶，好，老家的跟头的50件做好势，好安尼，唔要做到安尼啊，你可以变化啊，安尼要怎样，好，同到跟头啊，同到手啊，好，安尼去给上下。人家可以算5度哈，1、2，轻轻的做3，配合呼吸哦，好，吸气，吸，吐，吐气，再吸，吐气，动向数哦，最重要的动向数，再吸，吐气，好，各位上下，各位前。后，前，后，好，按里面非常的舒服，前，后，同样啊哈，吐气，关起来，吸气，打开来，胸脯打开来，好，吐气，好，吸气，好，按呢上下前后，各位，你再来捞眼前呢。玉美老师讲，所有的关节做有，做得向左向右，捞眼前呢，赶紧的捞眼前呢。好，舒张舒稳，捞眼前呢，跟头的捞眼前呢。好，你看前、上、后、下，一只动作咪係非常有效哦。唔做得的話，變多，安尼個效果更加好。變唔多，動作員變唔多啊，跟頭硬膠，唔可以打開來。好，不用當堂吸氣。記得啦，譬如人呼吸嗰個動專心咩，嗰個動感恩講啊，人哋手腳健康，人嘅手腳成發，可以做運動。非常的好。各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
3、4，好，安尼运动节目要结束了，乡亲朋友，也是做的肩头的运动，有听到玉米老师做肩头的运动嘛，继续啊哈，运动节目结束去的哈，好，打开来，好，运动节目做完以后，你记得去加倒卡当日，哈，做多少？做5分钟、10分钟，拢有效果。好，今日呼吸落的运动时间就都要记得，当日做最有效果。好，安子说。